好多香港街坊誤以為想要得菩薩護持，積攢厚重福分，就必須月月上山入市，燒大把香燭，捐多份香油錢，以為外在供奉次數愈多，好運先會跟隨自身，卻唔曉得佛家核心，從唔執着形式禮數。真正先天攜帶佛骨清和氣韻之人，心底根氣本來純淨慈悲，周身時常盤繞祥和陽氣。縱使甚少踏足寺廟，唔專門花費祈福還願，菩薩亦會暗中隨身護佑，逢凶化吉，小人遠離，財祿綿長。大半人年年堅持禮佛，卻依舊諸事阻滯，手頭拮據，是非纏身。根源在於只修外表儀式，唔修內在心性，福氣一邊求一邊耗散。反之，天生具備佛骨特質嘅人，一言一行本就契合慈悲善道，日日都係無聲修行，天地善氣自然匯聚，唔需要刻意借助廟宇香火補福。我研習儒釋道，本土命理，香港民間復原，學幾十年。走勻港島西環舊唐樓、九龍深水埗觀塘公屋、元朗屯門鄉村同各區商鋪單位，每日無數長者打工一族、開鋪老闆上門同我傾訴常年求神卻運勢平平嘅困惑，細細拆解落。凡身邊福薄、災禍不斷之人，多半心性充滿計較侵怨，口舌多是非，遇事只顧自身得失。而那些甚少入廟卻一生小大病，遇事總有轉機，晚年積蓄愈儲愈厚之人，周身骨相心性，自帶佛緣清氣，骨子藏住菩薩偏愛嘅善根底色。今日唔講晦澀難明嘅佛經梵文，凡雜拜懺儀軌，唔推銷任何昂貴開光佛式供奉法器，淨係憑住幾十年落區接觸過萬香港各行各業家庭真實福緣個案累積嘅心得，順住茶樓同老友記閒聊解說嘅自然節奏，由佛骨氣韻根源在心，祈福貴在修心，唔在走廟嘅底蘊講起，順住人情心性層層鋪開，講透自帶佛骨之人嘅骨子特質，周身祥和，慈祥化解，災煞招聚福祿嘅原理。每一段道理都搭配本地普通人真實經歷印證，分清獨居、已婚3代、同住、從商開鋪，僅靠長者津貼唔同生活狀態，具備佛骨氣韻之後得菩薩護佑嘅輕重差異。跟住延伸分享普通人後天修煉慈悲心，養出近似佛骨祥和氣場嘅全套積福守則，以及平日執迷頻繁入廟祈福，卻依舊漏財招小人之人，簡單易執行嘅調整心性補救步驟，全程唔分編號、唔分類標、唔生硬切題，單純靠口播語氣起伏快慢，自然銜接推進，句句地道港式粵語用詞，完全貼合香港人返工捱世、街市賣係、經營鋪頭、退休養老、待人交際嘅日常場景。聽完之後即刻自省自身心性舉止，辨清自己是否攜帶先天佛骨氣韻，就算未有天生善根，亦能跟隨守則，日日修心，唔再執迷瘋狂跑廟燒香，從內心培養慈悲平和磁場，吸引菩薩暗中護持，一生少災少禍，福運不斷。好多街坊從細到大被身邊長輩灌輸，拜神祈福一定要勤，初一、15、觀音誕、佛誕，通通要上山，香燭、水果、香油，樣樣唔少，先算有誠心。若果少去幾次就會心虛，驚菩薩唔再庇佑自己。其實佛家經典早有明訓，誠心從唔等同頻繁走廟，香燭只係媒介，人心善念先係連通諸佛菩薩嘅橋梁。民間福緣古籍記載，骨帶佛緣者，心藏慈悲種，行住坐臥皆是道；心藏侵貪者，日日禮佛亦難留福。每一個人出世先天攜帶獨立心性磁場，所謂佛骨氣韻，
唔單止係面上耳垂厚潤、印堂圓潤呢啲外在特徵，更深層係刻入骨子入面嘅柔軟、包容、無私。呢類人周身散發嘅氣場清靜柔和，陰煞小人破財衰氣，見到自動退避。菩薩慈悲目光時常留意此等純善之人，遇見危難、人生谷底時，總會暗中安排貴人，巧合轉機，脫離困境。反之，心底充滿算計，動輒怨恨記仇，背後愛港人是非之人，就算每個星期都入廟叩拜、捐獻大筆香油，一出寺門即刻恢復刻薄心性，自身磁場充滿濁氣。剛剛求得嘅福氣，轉眼就被自身惡行耗散，求再多香火都難抵一日惡念帶來嘅折福。上年西環一間300幾尺唐樓單位，一位56歲文職女士堅持10年，每個佛誕初一十五專程搭車上山拜觀音，每次都買最粗香燭、高價水果供奉，卻常年存唔住錢。身邊同事總係背後搬弄是非針對佢。每年總會遇見一次突發大破財，屋企夫妻亦為銀錢小事日日冷戰。後來同我傾談先發現，佢平日為少少利益同鄰居計較到底，見到身邊朋友升職發達就心生自妒，閒時聚埋一齊，專中意議論旁人短處，內心侵念從未斷絕。就算廟內跪拜多虔誠，離開之後惡言惡念持續折損福分。與之對比，隔離一位獨居62歲婆婆，從來唔專門上山入廟，一年最多偶然路過寺門先入內行個禮。平時街市見到流浪貓狗都會買麵包餵養，鄰居有困難力所能及幫襯，從唔計較得失，唔記旁人過錯。幾十年從未遇見重大災禍，每月長者津貼穩定儲存。仔女時常返屋企探望，身體常年少病痛，就算有輕微不適，都會有街坊自動介紹平實可靠醫師，於是總有無名貴人出手幫忙，完美印證先天佛骨，氣運重在心性，而非頻繁入廟嘅表面儀式。唔好執迷，靠多燒香換好運。若骨子入面藏住善根慈悲，縱使甚少踏足寺廟，菩薩依舊時常伴隨護佑，福運自然綿長不絕。天生自帶佛骨元氣之人，最先刻入骨頭嘅是本能共情萬物嘅柔軟慈悲。呢份善意從唔係刻意做俾外人睇嘅偽善，唔需要鏡頭見證，唔需要旁人讚美，係刻入骨血嘅。本性善良，見不得世間弱小捱苦，見不得旁人落難無人幫襯。平日街市萬日，遇見年紀大、行動不便嘅長者拎寵物，會自然停下來搭把手幫拎到街口。路邊巷口見到流浪貓、流浪狗，唔會踢開驅趕，反而會長期預備糧食水飲，日日定時投餵。身邊同事同鄉失意落魄，生意蝕本，家庭遇難，唔會圍觀取笑、落井下石。更加唔會添油加醋散播對方落魄之事，只會安靜陪伴，能力範圍內出手幫一把。就算自身手頭唔寬裕，日子都要精打細算，亦唔會趁人之危佔弱小便宜，唔會拿捏旁人困境索取回報。呢一種無差別不求回報嘅慈悲心，係佛骨最本源嘅底色。天地祥和善氣，最中意依附此類人周身。陰氣雖殺，小人戾氣，天生懼怕，純善慈祥，自然不敢近身招惹。落實落世，香港普通人嘅日常運勢就能見分曉。打工反工之人本性慈悲，職場從唔主動搶功踩低同事，就算被人暗算抹黑，最後都自有貴人出面澄清。升職加薪從唔會缺席，零碎破財無端扣薪嘅事極少發生。開鋪首檔嘅老闆心存憐憫，唔欺騙長者顧客，唔克扣基層員工人工，唔賣劣質貨品賺黑心錢。縱使行業淡季，鋪頭都有固定熟客撐場，拖欠多年嘅貨款總會有人主動歸還。同行惡意競爭、造謠抹黑，從難以影響鋪頭根基。
獨居退休長者天生心軟善良，晚年少突發急病，少頑固慢病，就算身體少有不適，都會偶遇良醫良藥，鄰里關懷，仔女孝順常伴左右，從唔會孤獨無依，遇事無人兜底。元朗一位63歲開雜貨士多嘅老伯，從唔上山拜神祈福，中年只專心守鋪做人。遇見獨居長者買平價糧油，從唔賺高利潤；遇見年輕創業後輩短少周轉現金，無息借資，從唔追討利息。巷內流浪動物常年由佢照料，幾十年鋪頭從未遇盜竊火災。官非糾紛，旁人日日燒香求平安，佢唔用入廟，卻日日平安順遂。究其根本係慈悲佛骨護身，菩薩默守其身，諸煞自退，福氣自來。而帶佛骨之人，從來都有一顆寬容淡然之心，一生小親小恨，不記舊惡，懂放下，懂釋懷。呢份通透包容，同普通人嘅忍讓完全唔一樣。普通人讓步係心有不甘，事後記恨，夜晚翻來覆去回想委屈，滋生怨氣，久而久之戾氣纏身，福氣折損。佛骨之人嘅放下係從心底唔將旁人過錯綁住自己，明白世人各有因緣，各有苦衷。就算曾經被身邊親友背叛，被同行虧錢，被熟人暗算損害利益，事過境遷就徹底翻篇，唔翻舊賬，唔懷恨意，唔處心積慮報復，唔會為一時口角、一筆金錢、一句閒話耿耿於懷，數月數年。佛家講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世間大半禍事、破財、病痛，全部源自人心怨恨執念，日日心懷怨氣，周身磁場變得尖銳陰鬱，自然吸引少人近身，災殺纏身。就算日日入廟跪拜，一腔恨意就足以燒盡所有香火福氣。反之，佛骨之人少怒少怨，遇事先穩住心水，唔大吵大鬧，唔偏激衝動，面對虧損得失坦然接受，唔執着於一時輸贏金錢，周身氣場平和圓潤。菩薩最偏愛心平氣和之人，會默默幫此類人化解潛在官非，隱藏破財劫數，落實居家生活更加明顯。屋內有此包容心性之人，家庭永遠少爭執。夫妻唔為銀錢冷戰，婆媳唔為瑣事結怨，仔女性情溫順懂事，家宅祥和則家運興旺。中年之人不記仇，交友盡是厚道貴人，做事處處有人扶持，創業反攻少走彎路。老年之人不記惡，看淡半生得失，體內氣血平和通暢，五臟少鬱結病痛，積蓄守得住，人情留得住。晚年無人尋仇，糾纏無舊是非，上門擾亂安穩日子。深水埗一位58歲成衣批發女士，早年被同行搶走核心客戶，拖欠7萬貨款，身邊同行全部勸佢鬧事追債，反擊抹黑對方，佢從唔放在心上，直言各為生計，不必互相為難，從未心生報復歹念。不過半年時間，拖欠貨款之人主動連本帶利還清，昔日搶單同行，生意敗落，從不敢打擾佢鋪頭生意，反而外地大客戶自動慕名合作，鋪頭盈利逐年穩漲。多年失眠、高血壓不藥而緩，從唔上山祈福，卻一生避開是非厄運，全靠佛骨包容之心，消解業緣，承接福緣。再者，天生骨相帶佛緣嘅人，口業極為乾淨，天生口下留德，守心守口，天生分得清閒聊同是非嘅界線，永遠唔做嚼舌根、傳隱私、毀人名聲之事。香港街坊聚會飲茶，最中意閒聊街坊私事、同行隱私、旁人家事。好多人以為閒話無所謂，純粹打發時間，卻唔知口業係接福最快嘅方式。背後講一句人壞話，添油加醋，散播一件私事，就會削減自身福德陰德。朝夜口舌，少人近身，哪怕日日禮佛積福，一張是非之口，
都會日夜耗散福運，而自帶佛骨之人，天生厭惡是非閒話。群體聚會，人人議論他人短處時，佢閉口不言，不附和，不轉述；旁人打探他人存款、病痛、婚姻、家事隱私，佢溫和婉拒，從不打探，從唔為咗拉近人緣，靠貶低他人抬高自己，從唔為咗娛樂眾人，揭開旁人傷痛舊事，讚人長處，引人短處，係刻入習慣嘅修養。呢種乾淨口業會讓自身周身無是非戾氣，隔絕官非小人謠言災劫。做生意之人口德乾淨，無人造謠毀譽，口碑穩固，客源不斷。打工之人不議論同事上司，職場無人暗算挑撥，仕途平穩，少阻滯。居家長者不傳閒話，鄰里和睦，無糾紛。日日安居，少煩憂。屯門一位59歲建材批發老闆，入行20年，從唔參與同行是非聚會，從背後評價同行經營手段。有人專門來同佢講同行八卦醜事，佢都直接轉移話題，從不聽從，從不轉傳。行內多年無人詆毀佢人品，就算行業洗牌，佢依舊守住老客戶穩定盈利，從唔需要入廟求人緣、求客源。菩薩護持口善之人，讓是非遠離，名聲清淨，財路平順，福氣自然穩固不散。同時佛骨入心之人，天生知足之子，清心寡欲，從無過分貪念，唔貪不義之財，唔貪虛榮攀比，唔貪天外橫財。人世間大半破財落魄，家運敗落，從唔係運氣天生太差，而係人心貪得無厭，手頭有穩定收入，就眼紅旁人暴利收入；手頭有自住居所，就羨慕旁人多層物業；手頭有養老積蓄，就妄想高風險投資一夜暴富。為咗貪更多利益，欺瞞恐騙，鋌而走險，最後本金盡蝕，負債累身，日日入廟求財，卻改變不了貪念招災嘅定數。天生帶佛骨嘅人，剛好相反。命裏有多少福，就安心享受多少福，賺穩定正財，取本分錢財，絕對唔碰灰色錢財、欺詐錢財、投機橫財。見到高回報、陌生投資、低成本暴富機會，第一時間戒慎遠離，唔心存僥倖。日常生活消費量力而為，唔攀比樓宇大小，唔攀比消費高低，唔攀比仔女成就，唔會因為羨慕旁人富足就掏空自己積蓄，透支自身福氣，更唔會心軟無底線，借出養老本，幫襯貪婪之人圓夢。知足之心即是養佛，即是積福，自身財富氣場會長年穩固。漏財煞、詐騙煞、投資破財煞難以近身。普通打工一族知足本分，月月存得住錢，手頭永遠有應急積蓄，特見開支唔會手足無措。有物業租金嘅中年人士，清心小欲，唔盲目加按投資，唔隨意跟風創業，不生家底，守得穩穩當當。退休長者知足常樂，唔強求大富大貴，只求身體安康，三餐溫飽，從唔被高價養生產品忽悠破財。晚年積蓄只增不減，衣食自在無憂。九龍觀塘一位57歲獨居女士，月薪穩定，從唔貪投資暴利，身邊朋友傳聞炒股炒樓，佢從不參與，消費從唔攀比，名牌消費，多年穩定，存下安老資金，從未遇詐騙大破財。每逢資金短缺，自有舊友介紹，穩定兼職補貼，甚少入廟祈福，卻財運平穩，從無大波折，皆因知足佛骨護財。菩薩守住本分之人財路，不讓貪念耗散家底福氣。最後骨穩佛緣之人，一生順緣而行，萬事不強求，看透得失因緣，放下執念內耗。人這一世大半痛苦、霉運、鬱結、病痛，全部來自過度執念，強求不屬於自己嘅姻緣，強求達唔到嘅地位，強求留不住嘅人，強求賺唔到嘅錢，盡力而為之後，
依舊不肯接受結果，日夜糾結內耗，心態鬱結，則氣場暗沉氣場，吸引衰運晦氣，就算四處求神拜佛，都難以轉運改勢。而天生帶佛骨、清靈氣運之人，心性通透曠達，盡人事聽天命，做事拼盡本分，但從唔強迫。結果機遇來了，好好把握；機遇走了，坦然放手。緣分來了，真心相待；緣分散了，各自安好。生意虧損唔消沉自棄，職位落空唔怨天尤人，親緣疏遠唔執意糾纏，從唔鑽牛角尖，從唔自我折磨，內心常年安靜澄澈，無雜念、無痴念、無妄念。呢種鬆弛平和嘅骨相心態，契合佛家萬法隨緣之道，最容易承接天地清陽福氣。菩薩深知此類人通透善良，從讓其深陷絕境谷底。遇低谷必開新路，遇危難必遇貴人，遇缺陷自有補償。年輕人隨緣做事，因緣正緣到來，求業自有出路。中年創業隨緣經營，不惡性競爭，不心急暴富，事業穩步扎根，大災大難自有避開機會。老年隨緣度日，不強求仔女陪伴，不執着物質富足，自得其樂，少孤鬱陰氣，身體元氣充足，少病痛。元朗村屋一位64歲退休裝修師傅，年輕時錯失大型工程訂單，從不怨運氣不公，轉而深耕小單本分經營。退休之後唔強迫後輩盡孝，閒時種花行山自得自在，從入廟拜神，多年拖欠工程款，陸續主動結清，仔女自動攜孫常回團聚，閒錢足夠，周圍短途遊玩，身心舒展無病痛。看似運氣順遂，實則佛骨隨緣心性，打通福氣通道，菩薩默默成全，讓一切所求皆隨緣而至。其實呢幾種融於一身、流轉相通嘅佛骨心性，從唔需要劃分高低、劃分類別，本就是一體和善之氣。慈悲所以寬容，寬容所以厚善，厚善所以知足，知足所以隨緣，層層相生。氣場相融，成就天生唔用入廟祈福嘅福厚之人。我幾十年落區勘驗香港萬戶家庭，見過太多中年虔誠上香、逢廟必拜之人，日日求財求平安，轉頭惡念四起，是非滿口，心懷貪嗔。一廟求得福氣，一日就自行耗盡，一生奔波求福，卻福薄運減，小人不斷，存財無門。亦見過極多從唔刻意上山禮佛，一年難得入寺一次之人，本性和善，待人有道，心無惡念，從唔刻意求福，卻福至近身，難事有解，險處有護，家底穩固。兩者差距，從唔在香火厚薄、供奉多少，而在骨底心性善緣厚薄。再細細對照唔同生活處境之人，佛骨護福力度亦有自然差別。獨居人士本就屋宅氣場單薄，抵擋陰煞能力最弱，自帶佛骨善氣，護佑效果最直觀，快速遠離孤獨晦氣，少人糾纏，遇事必有貴人兜底。老夫老妻同住之家，一人帶佛緣，全屋氣場都會被帶動祥和，夫妻少爭執，家宅少是非。全家福運同步抬升，三代同堂大家庭，佛骨善氣蔭及後輩，長者安康，後輩懂事，讀書順遂，家運綿長。名下有物業生意之人，佛骨磁場隔開商場算計小人，守住資產客源，避免大額破財。基層打工靠長者津貼度日之人，佛骨鎖住自身正財，福祿杜絕零碎人情破財，積蓄穩定可守，唔論身份高低、貧富差異，骨子向善，心合佛道，就天然承接菩薩護持。香火從唔是福氣門票，本心先係福田根基。好多街坊聽到呢度會心生沮喪，覺得自己天生無佛骨善根，年年虔誠入廟，依舊運勢平平。
厄運不斷。其實佛家從唔棄任何人，人人皆可後天修心養佛氣。先天佛骨係天生福緣，後天修心亦可養出同等清淨祥和慈祥。同樣唔用頻繁入廟，一樣可得菩薩暗中看顧。全套後天修心養緣方法簡單樸實，全融入香港人日常生活，無需花錢，無需儀式。首先日常收斂親怒脾氣，遇到買害排隊、鄰里摩擦、工作受委屈，少動怒，少講惡言，怒火一起即刻轉念，不與俗人爭高低，不與小人計算得失，少一分戾氣就多一分佛緣清氣。其次管住自身口舌，茶樓聚會、街坊閒聊，堅持不傳私事、不評人品、不揭人短，聽到是非即刻遠離，守住口業就守住大半福德。再者，刻意培養微小善心，街市偶遇弱小，隨手幫襯；路遇生靈，心存憐惜，力所能及，做小事即小善，小善累積，日久成形，周身氣場自然轉柔轉正。隨後克制無端貪慾，不碰高風險投機，不羨慕旁人暴富生活，守好自身本分正財，不謀不義之財。財富安定則福氣安定。最後放下過往怨恨，原諒曾經傷害自己之人，解放自己內心執念。心空則福入，心靜則佛臨。日日堅持修練，半年就能明顯感覺身邊小人變少，心水變順，破財變少，慢慢養出近似佛骨嘅慈祥。菩薩同樣會就近護持，順便亦提醒一眾常年盲目入廟祈福嘅街坊：若你年年上香，月月還願，依舊是非纏身，存錢難，家庭不和，病痛反覆，一定要即刻自查自身心性，是不是拜神之後依舊愛講是非，依舊心懷自妒，依舊記恨他人，依舊貪心不足？福氣最怕內耗折損，一邊燒香積福，一邊惡念耗福，再多香油供奉都於事無補。此類人無需增加祈福次數，反而要減少無效上香，先修心再積福。每日睡前自省言行，當日有無惡言，有無親念，有無損人利己之心，及時改過修正，清空內心濁氣。先留住廟中求得福氣，再慢慢增厚自身善緣，福運先會逐步回升。我研習本土佛緣命理幾十年，見盡香港萬家福緣喜樂，看透最樸實嘅道理。菩薩從唔偏心常去寺廟之人，只偏心本心向善、骨氣清淨之人，天生慈悲寬容、口善知足、隨緣通透之人。骨大佛運，心合佛道，周身善氣環繞，本身就行走嘅福田，唔需要專程趕廟、燒香、捐香油、換庇佑，閒時路過佛堂，恭敬行禮即可。菩薩時常隨身護佑，逢凶化吉，避煞納福，財祿不散，福運常伴。而後天不修心性，滿心貪侵是非之人，就算日日駐留寺廟跪拜，亦只能求得一時心安，難得長久福運。做人一世，到最後先明白，最好嘅祈福從唔在廟宇大殿，而在自己方寸本心，養一顆佛心，自成一身佛骨，自然一生無災，福祿綿長。